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基要真理。基要真理就係基礎又重要嘅真理，係為咗嗰啲已經決定又或者考慮要受洗嘅人所去預備嘅。其中有6大點，加最後一點嘅補充。第一個就係十字架，第二個就係受洗嘅意義，第三個就係三位一體，第四個就係信仰嘅4根柱子，第5就係認識聖經，第6就係新生命新生活，第7點就係受洗嘅流程同埋注意嘅事項。咁大家受洗前記得要清楚理解呢7個項目。首先，我哋要知道受洗嘅意義。受洗嘅意義就係我哋要知道，我哋並唔係要將自己去洗乾淨，水並唔能夠將我哋自己洗乾淨。洗乾淨嘅係用耶穌嘅寶血，喺十字架所留下嘅寶血，為我哋嘅罪洗乾淨。咁受洗嘅意義到底係啲乜嘢呢？當我哋受洗嘅時候，我哋喺水裏面已經係死咗。當我哋受洗咗之後，我哋再起翻身嘅時候，我哋就已經復活。所以受洗嘅意義，佢係重生，佢係死而復活。所以我哋首先要去明白，當我哋願意受洗嘅時候，我哋就係想要一個新生命。咁我哋首先要死，點解呢？耶穌話跟從我嘅人要背起我哋嘅十字架，跟從我就係死嘅意思。但係我哋係死而復活。我哋有復活，而有一啲人唔去受洗，係有一啲原因，就係佢覺得佢自己未將聖經完全搞清楚，未完全睇完一本聖經，咁樣係唔成立嘅。因為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，只要搞清楚基本嘅信仰真理，相信明白就可以去受洗。咁要將整本聖經讀完，其實我哋需要好長嘅時間。實際上你讀咗1次、2次、3次，其實喺裏面都仲係會有新發現。所以讀唔完一本聖經唔係一個重要嘅理由。第二就係，如果你覺得自己仲未夠好，所以我就唔想去受洗。實際上咁樣亦都唔成立，因為我哋人沒有夠好嘅時候，人永遠都冇辦法去完美。而受洗呢，就即是係叫我哋死而復生，死而復活。受洗即是重生，係新造而唔係改造，所以呢一點亦都唔成立。第3點就係覺得我哋有一啲嘅罪，又或者係有一啲不良嘅習慣，如果洗咗之後就唔能夠做啦。呢一點更加唔能夠成立，因為本來如果唔能夠做嘅事情，佢本身就唔應該做。求主嚟到赦免我哋，憐憫我哋。所以信而受洗呢個咁好嘅福音，我哋要盡快去搞明白，而且去相信呢個真理，我哋就可以去受洗。而且受洗之後可以帶嚟好多嘅祝福。我哋平常亦都知道好人有好報，咁我哋成為咗一個義人之後，就有各種嘅屬天祝福能夠臨到我哋嘅當中。因為我哋係一個新造嘅人，係一個全新嘅人，唔再係一個罪人。受洗係一個重生，佢係可以帶嚟祝福嘅。所以如果考慮緊要受洗嘅弟兄姊妹，要盡快去接受洗禮。我哋嚟思考一個重點，呢個就係十字架。神創造人嘅時候，神同人係有永生嘅，神就係呢個生命嘅源頭，所以佢一定會賜俾人有永生。所以喺人嘅心裏面係有永生呢一個概念嘅。世界各地嘅民族每個都想揾到永生，揾到呢個天堂嘅極樂世界等等。我唔理佢個名叫做乜嘢，因為上帝喺造人嘅時候就有永生，咁樣係一個非常快樂、非常好嘅狀態。但係就係因為人犯咗罪，罪嘅工價就係死，死就係我哋犯罪所得嘅工價。而呢一個罪會令到我哋同神隔絕，我哋同神隔絕，咁人呢就唔可以走向永生，就走向咗永死。當我哋走向咗永死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覺得非常之困惑，我哋會覺得我哋內心嘅永生就係咁樣失去咗。咁我哋人就會想要通過修煉、修道成仙、積功德呢一啲咁樣嘅方法，因為既然我有罪，咁我未做一啲好事嚟到去積功德啊嘛。或者係信呢樣嗰樣嘅宗教。其實人所創造嘅宗教，又或者其他人所諗到嘅方法，其實都係冇辦法，因為罪嘅問題仍然存在。
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所以耶穌基督就好似一個橋樑咁，佢話佢就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呢個道路係放喺前面，永死同埋永生呢一邊有好深嘅鴻溝。咁耶穌基督自己嚟到呢個世界上面，解決咗我哋嘅罪，因為佢冇罪，所以咧代替咗我哋死，代我哋死就將我哋嘅罪遮蓋咗，咁令到我哋唔需要走向永死，就可以走返去永生嘅道路。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而上帝愛我哋愛到一個程度，就係將佢嘅獨生兒子都要送俾我哋。咁唯一嘅條件係啲乜嘢呢？唔係我哋嘅聰明才智，亦都唔係我哋世界上嘅功成利就，都唔係，呢啲都唔係。唯一嘅就係相信，我哋只要願意相信就可以啦，就可以藉由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嘅死，代替咗我哋嘅罪，令到我哋嘅生命得以潔淨，有一個重生嘅生命。咁我哋得到咗永生之後，並唔係就咁等住上天堂就得，呢一個係一個錯誤嘅觀念。我哋要喺世界上面活得更豐盛，呢一個先至係永生之道。呢個叫做三條線，上面嘅係生命線，下面嘅係死亡線，中間耶穌嘅就係一條救命線。呢個我哋要清楚明白。我哋對於十字架嘅了解，睇呢一個圖就可以一目了然。三位一體嘅神，呢一個我哋必須要去了解。我哋所相信嘅係獨一真神，而唔係多神，唔係拜石頭、拜木頭、拜天、拜地、太陽、月亮、星星，呢一啲都只不過係受造之物。我哋所拜嘅係獨一真神，係我哋嘅造物主。而你會覺得話，唔係又話有天父啊、有耶穌啊、有聖靈呢啲咁多嘅名嘛？我哋只係為咗方便去讀，就係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我哋所要知道嘅就係天父唔等於耶穌，耶穌唔等於聖靈，聖靈又唔等於天父。咁我哋要去明白呢一個係三位，位格嘅位，這一位先生，嗰一位女士叫做位，呢邊叫做人格嘅格，位格有三個位格。3歲嘅小朋友其實都好難完全去了解30歲爸爸所諗嘅嘢。我哋嘅生命係有限，亦都好難完全透徹咁去了解呢一個無限嘅神，所以神就透過各式各樣嘅方法嚟到讓我哋去了解佢。包括其實我哋人都係一個小嘅三位一體，人係由靈魂體所造成，你嘅靈係你，你嘅魂係你，你嘅體都係你，佢哋係唔一樣嘅，但係佢哋都係你。所以我哋要知道嘅就係呢三位一體嘅神，咁樣就可以啦。後邊我哋會再去繼續了解更多。咁我哋點樣先至可以成為神嘅兒女呢？魚嘅兒女係魚，羊嘅兒女係羊，人嘅兒女係人，呢一個非常之合理。咁神嘅兒女一定係神啦。咁既然你係人，你唔係神，咁你點可以成為神嘅兒女呢？咁呢一度就係因為其中有一位聖子耶穌，耶穌成為咗人嘅樣式，道成肉身。道就係真理，真理成為肉身，成為人嘅樣式嚟到我哋呢個世界上。咁我哋呢就好似同佢結婚一樣，同佢合一。然後基督係頭，教會就係身體，我哋係屬於基督嘅，所以我哋就同佢合一，所以我哋就得到神兒女嘅身份嘅名分。咁耶穌到底係人定係神呢？注意，耶穌係100% 嘅神，亦都係100% 嘅人。唔係半人半神，佢係完全嘅神，亦都係完全嘅人。呢一點我哋要去清楚注意，要知道道成肉身嘅神。所以呢，因為我哋咁，我哋就可以得到神兒女嘅名分。咁喺呢個信仰當中最重要嗰8個字，大家一定要記得，就係道成肉身，因信稱義，真理成為咗肉身，成為咗耶穌喺我哋世界上所自稱嘅人子。因信稱義就係因為相信就可以稱義，就可以稱為冇罪。咁好多嘅異端嘅錯誤就係嚟自於對呢8個字嘅誤解。呢一個係好重要，亦都係好基本。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清楚咁樣去理解。咁我哋人嚟到神嘅面前，左邊係我哋，右邊係天父。我哋嚟到天父嘅寶座前邊，其實我哋嘅信仰就係一個回家嘅過程。
返到去天父嘅屋企，咁聖父就坐喺呢個寶座上面，我哋要去回到佢嘅面前，我哋要嘅道路。因為神係完全完美，佢係光，我哋有罪，我哋裏面就有黑暗，所以我哋就唔敢嚟到神嘅面前，冇辦法嚟到神嘅面前，就好似當初始祖亞當犯咗罪，躲避神一樣。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上，十字架點解咁重要呢？因為代我哋去死，令到我哋再次潔淨成為光。我哋嘅父親係眾光之父，咁我哋就係眾光，啱唔啱？你無罪，你冇罪，咁你就可以嚟到天父嘅面前。咁中間嘅呢個就係聖子，聖子就係一個道路，而聖靈就住喺我哋裏面，就好似老師一樣咁保護我哋，保惠師。保護施恩惠，就好似老師咁樣去到引導我哋，通過耶穌基督嚟到天父嘅面前。信仰有4條柱，信仰就好似起樓咁樣，耶穌基督呢，就係神為我哋所打下嘅根基，而呢一個根基呢，並唔係我哋自己去建立嘅，同我哋嘅行為亦都冇關係，係我哋先去相信嘅時候，我哋接受咗，所以呢，信仰係要建造呢一間屋，首先第一個最要緊嘅就係保持聚會。信仰有4條柱，第一個就係保持聚會。當弟兄姊妹喺埋一齊嘅時候，咁神嘅真理就會喺當中，喜樂愛亦都喺當中。咁我哋禱告，我哋就同上帝去說話，我哋同上帝說話，上帝亦都會回應我哋。而第3個就係讀經，讀下佢嘅話語，讀真理。而第4個呢，就係服侍佢，為佢做事。咁耶穌基督為我哋日曬雨淋，係咪？信仰呢4根柱子，呢個屋頂亦都係基督。風吹日曬雨淋，邊個為我哋擋？就係耶穌基督為我哋去擋。咁你會問一個問題，就係天父同聖靈去咗邊啊？神本性嘅一切豐盛都係有形有體嘅，居住咗喺耶穌基督嘅裏面，而我哋亦都係住咗喺耶穌基督嘅裏面。所以我哋係通過耶穌基督嚟到去認識神、認識聖靈。咁樣我哋呢度補充下，服侍係啲乜嘢意思？例如係話我哋做同工係一種服侍，做全職嘅傳道人亦都係服侍。咁但係我哋兼職，又或者我哋唔係用傳道人嘅身份，我哋只係一個普通嘅從業員，亦都可以服侍佢。又或者係家庭主婦都一樣係可以嘅。咁奉獻亦都係一種服侍，傳福音係一種服侍，帶領人去聚會敬拜，為人去代禱，為神去服侍，為主做事，呢啲都係服侍。所以信仰嘅4根柱子，我哋喺受洗之後，我哋就要繼續持續喺耶穌基督嘅根基上邊。聖經上面講乜嘢啊？我哋嘅屋要蓋喺磐石上邊，唔好蓋喺沙土上邊。耶穌基督就係我哋嘅磐石，我哋就可以穩固。好，我哋跟住一齊去認識聖經。聖經係有66卷，其中舊約39卷，新約有27卷。因為喺古代係用一卷一卷嘅羊皮卷所造成，所以呢個聖經 Bible 即是係有好多嘅經典集合咁解。經典集合前邊有個字叫做 Holy Bible 就係聖經，而每一卷嘅聖經都有佢嘅名，例如係話創世記，佢嘅簡稱係創；出埃及記就係簡稱係出。咁左邊就係舊約嘅聖經，右邊就係新約嘅聖經。創出利民申，書士得撒王，代拉尼斯伯斯針，傳歌賽耶埃結但。何爾摩俄拿尼雄，哈番該亞瑪，泰可路約圖，羅林加弗菲西，帖提多門萊亞比，約猶啟。咁弟兄姊妹要讀聖經呢，其實大家讀書都係習慣由第一頁開始去讀，好多人第一頁讀嘅就係創世記，係唔係？然後讀到出埃及記就出唔返嚟啦，因為裏面有好多比較複雜嘅歷史同埋地理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要讀經，我哋要有計劃咁去讀，同其他人一齊去讀，並且要有計劃咁分段嚟讀。根據我多年嘅經驗，我哋係將呢一個聖經分成4段，由創世記開始，整本聖經嘅舊約，除咗詩篇箴言都係屬於 A 段第一段，詩篇箴言就係 B 段第2段。泰可路約係福音書，福音書就係第3段，係 C 段。圖羅林加弗菲西呢一段就係由圖開始，一直到啟示錄。
呢個就係 D 段。咁樣分成 A、B、C、D 段，同時進行。你可以想像成4個書籤，同時進行會比較好。我哋讀完創世記之後就係詩篇，然後就係馬太福音，跟住就係使徒行傳。而我哋而家所進行嘅良好7分鐘，都係按照一個咁樣嘅4段讀經計劃嘅方式，平均每日讀3到4章，1年之後就可以將成本聖經完整咁讀完。呢度建議大家可以試下用呢個4段讀經嘅方法。但如果你仲未準備好要4段讀經，咁你亦都可以先聽良好7分鐘，然後慢慢嘗試跟上呢一個讀經嘅計劃。慢慢你覺得讀聖經就會變得越嚟越容易。跟住第6點，我哋講嘅就係新生命、新生活。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注意一點，我哋並唔係去改造，我哋係一個新造嘅人，一個全新嘅人，說明基督裏面我哋係重生嘅。受洗之後就係重生，係新造嘅，舊事已經過去啦。基督已經饒恕咗我哋，所以我哋亦都要去饒恕其他人，一切都變成新噶啦。所以我哋藉住洗禮歸入死，同基督一同埋葬，係教我哋嘅一舉一動有新生嘅樣式。就好似基督藉住父嘅榮耀喺死裏面復活一樣，所以我哋係藉住洗禮歸入死。再次強調，受洗嘅人係歸入死，埋葬，一舉一動都有新生嘅樣式，就好似耶穌基督咁樣。基督就係初熟嘅果子，佢冇罪，但為我哋死而復活。最後一點，我哋講嘅就係受洗嘅流程同埋注意事項。接受洗禮，我哋需要向信仰告白，喺眾人、天使同埋神嘅面前，要正確咁回答呢兩個問題。呢兩個問題非常之重要，亦都好簡單。第一就係你相信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嗎？你要講我相信。第二就係你願意受洗歸入佢嘅名下嗎？你要講願意。咁喺你相信而且願意嘅時候，牧者就會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為你受洗歸入主嘅名下。而接受洗禮嘅弟兄姊妹嗰日要着一啲輕便深色嘅衣服，另外仲要準備一套更換嘅衣服。點水禮同埋進水禮都有相同嘅意義，都係一樣嘅。如果姊妹喺特別唔方便嘅時候，可以選擇點水禮。嗰日喺天氣許可嘅情況，我哋要進到水裡面。唔理係邊一種都係可以嘅。之後就可以領聖餐，聖餐就係耶穌基督嘅身體，耶穌嘅寶血，所以一般都係確定真係相信嘅人先至可以領。為保險起見，就係受洗嘅人先至可以去領聖餐。咁如果你話唔受洗，亦都唔相信嘅話，領聖餐其實就係等同於吃喝自己嘅罪，因為耶穌基督喺度先至可以赦免我哋嘅罪。咁你唔承認自己有罪，亦都唔承認耶穌基督會赦免你嘅罪，咁你就係喺度吃喝自己嘅罪，咁樣係會有負面嘅屬靈含義，所以唔建議未受洗嘅人去領聖餐。已經受洗咗嘅弟兄姊妹之後就可以參與教會入邊嘅各式各樣嘅服侍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服侍神並唔係話一定要唱歌好好聽，跳舞好好，或者係要好多恩賜先可以係服侍神。我哋有祭司嘅身份，所以我哋受洗係一個新嘅生命，有祭司嘅身份就可以參與教會入邊嘅各種服侍。其他嘅補充事項可以去揾翻你哋嘅小組長，又或者係牧者進行口頭嘅討論。以上嘅基要真理可以反覆咁思考，願神賜福俾你。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，此人便為有福。良好7分鐘，我哋聽日見。